献唱4首台语的诗歌，第一首是《平安的七月暝》，第二首是《记好朋友》，就是耶稣，第三首就是《咱等来饮息》，第四首是《上帝疼世间人》。请大家静心来欣赏怀恩堂诗班，谢谢。但愿能够在我们台湾农历7月的这样的一个月份当中，能够透过诗歌带给每一位我们大安的里民跟台北市市民，我们能够得着一份真正的平安这份平安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属于天父上帝这位爱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去寻得到的但愿我们能够来得享这份福气那我们今天就代表怀恩堂也祝福大安里的里民跟台北市市民真的能够拥有这份的平安容许我也为大家来祝福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我你。我拄啊讲有邀请，大家无还袂甲我反应啦我徛去顶一来，问一解就好啦时间嘛足宝贵的一解尔在座的，如果你还袂信耶稣，你今日下晡，你愿意拍开你的心门，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内，做你这世人的主，做你的救主，你有这款的愿意吗？如果有愿意的人，你轻轻举手，就免举伤悬，我看到安尼就好我会当为你来祈祷。有人吗？感谢主，有人举手。我们非常感谢华
还有一堂诗班。顶尖但是万在利爱万党的当可过。大家一定要家己的照镜。这边还有。好，荣贵弟兄，祝你能够早日康复哦。